吐出来了，吐。客家电视台是18禁。它是警律哎。你们抓很大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汉泥班赏收的单元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猜叠字。啊，装可爱的那种。对，你们有没有自己常常喜欢说什么叠字？我要吃饭啊。你真的这样讲吗？可是香港人本身很少会讲叠字，我是来这边学的。对，因为在香港讲叠字会被打，装什么？哎，马来西亚还好，马来西亚被骂。遊戲規則，答題節目組會本題可以同客家師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出地款，順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輕鬆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叠字单元第一题，帮啵啵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啵啵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打电话给别人，他没有手机，就是帮我拨一下这样。但我觉得你刚念那个棒啵啵嘛，我觉得好像有点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，形容一个人变胖了，啵啵，有没有啵啵？变蓬了有没有？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有这种感觉。好，如果有我有答案了。写下来。我是马马虎虎，因为感觉念起来很像马马虎虎。你是不是叠字这样子吗？让你们更接近答案一点。这是海鲜大餐呢，等一下。谢谢。有没有声音？帮啵啵，声音。我是开心到痛风啊！因为我吃太多可能会痛风。对。正确的答案是形容事情很繁琐。呀，你们最好给我们一个解释哦，为什么是这一个？没问题，我们这边解释，吃虾跟吃蟹都很麻烦。哦。视线是蹦蹦叭叭。好。蹦叭叭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进第二题。滴滴嗷嗷。这个秃啊！效果。客家电视台是18禁可以。讲到秃，感觉都不太妥哎。滴滴突突，听起来是跌跌撞撞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跌跌撞，棒吐出来了，吐。哇，好像是啊。没有，这男人很雄伟这样。很粗心，一直乱撞，很粗心。我们上提示3台车，等一下有大有小哦。例如说车子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有一点滴滴突突？啊！你不会猜不到吗？超明显的耶。3，我的就是嘣，它就是很坏掉的感觉的，坏掉的。它是爆炸吧？它的意思是忽近忽止的感觉，它可以用在很多的状态，比如说说话吞吞吐吐的，然后或者是车子是不是有点小状况，怎么开起来有点这样进退的感觉，忽近忽止的那种感觉。视线是踢踢突突。踢突突。 OK， 那我们进入第3题。这怎么念的？连啵啵，不，它是警律哎。你们抓很大。 Bad boy， 坏蛋。你看，我是如履薄冰，冷邦邦。这是形容说我们每天就是要很小心的面对。哦，我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坏，绿绿布布，你这个人绿绿布布坏蛋。提示。好，我们提示。有人答对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一个造句来提示，你这个人绿绿布布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哦，负面的。撑，是吧 ？Ugly。西西歪有一点接近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直接来看答案。形容邋遢不整洁的样子。哦。哎呦。他就是说你怎么穿的这样绿绿布布，邋遢不整洁的意思。对，所以那个布是不整洁的意思。刚才其实迪拉念的已经有一点近了，它是噜布布。不，我下一个绝对是往不好的方向猜。哦，这个绝对是不好的。而且这念起来应该会是一样哦。No。你这个人 No。3、2、1，乱说话！你这个人 No， 乱给我乱说话！我是去骂别人化妆太久，那男生要出门说你 No。哎，你跟我这个，我是慢吞吞，形容什么事情都可以。给你一个提示，大家应该都蛮怕碰到这种情况。那下面的人下一句会怎么接？我就是喜欢这样。啊！说很难听，碎讲脏话。答对了。
视线，弄弄弄弄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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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都念对。完蛋了，我们一直给他赢哎，可是他根本不是客家人。对啊。刚回到家，妈妈又是对我弄弄弄弄，害我很心烦。你就出门倒个垃圾，戴个口罩就好了，不要那么画半天蹦蹦巴巴的。西西歪看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生，他要告白的时候，他整个人低低吐吐，不敢说出来。你这个没有一点别的意思吗？他有两个意思啊。